电影不仅可以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有时还能赋予你力量。励志电影就有这种神奇功效。你看过哪些好看的励志电影呢？又被哪部经典励志电影激励过？细说小编为大家盘点了10部经典励志电影，分别是《肖申克的救赎》、《千与千寻》、《阿甘正传》、《放牛班的春天》、《美丽人生》等。这些人生必看的励志电影，有的教你坚强，有的教你坚持。总之，一部有深度的励志电影可以让你懂得更多。世界10大励志电影排行榜1：《肖申克的救赎》。《肖申克的救赎》是由弗兰克·达拉邦特执导，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等主演，上映时间是1994年9月23日。该片改编自斯蒂芬金《四季奇谭》中收录的同名小说。该片中涵盖全片的主题是希望。全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环境改造的恐惧。影片的结局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宣泄，在 IMDb 当中被超过160万以上的会员选为250佳片中第1名，并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世纪百大电影清单。《千与千寻》。《千与千寻》是宫崎骏执导编剧，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动画电影。影片于2001年7月20日在日本正式上映，讲述了少女千寻意外来到神灵异世界后发生的故事。该片荣获2003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长片动画，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至今也是唯一一部以电影身份获得欧洲3大电影节柏林金熊的动画作品。2001年，电影在日本最终取得了304亿日元的票房。3. 阿甘正传。《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描绘了先天智障的小镇男孩弗瑞斯特甘自强不息，最终傻人有傻福的得到上天眷顾，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的励志故事。电影上映后于199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导演奖等6项大奖。2014年9月5日，在该片上映20周年之际，《阿甘正传》IMAX 版本开始在全美上映。4. 放牛班的春天。放牛班的春天，法语 Les Choristes， 是2004年3月17日上映的一部法国音乐电影，由克里斯托夫·巴拉蒂执导，杰拉尔·朱诺让·巴蒂斯特·莫尼耶、弗朗西斯·贝尔兰德等人主演，讲述的是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昂克重回法国故地出席母亲的葬礼，一幕幕童年的回忆也浮出自己记忆的深潭。当年一位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来到抚育院，面对的不是普通学生，而是一群被大人放弃的野男孩。马修改变了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的故事。5. 美丽人生。《美丽人生》是一部由罗伯托·贝尼尼执导，罗伯托·贝尼尼、尼可莱塔·布拉斯基、乔治·坎塔里尼等人主演的剧情片。1997年12月20日，该片在意大利上映。该片讲述了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父亲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扯谎，说他们正身处一个游戏当中，最后父亲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伤害，而自己却惨死的故事。1999年，该片在第71届奥斯卡奖获得了最佳外语片、最佳男主角、最佳配乐3项奖项。6. 美丽心灵。《美丽心灵》是由朗·霍华德执导，罗素·克劳、詹妮弗·康纳利主演，是一部关于一个真实天才的极富人性的剧情片。影片讲述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却在博弈论和微分几何学领域潜心研究，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同名传记由西尔维亚·纳萨尔撰写，于1998年出版，电影则于2001年上映。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7. 死亡诗社。死亡诗社又译为春风华语、暴雨骄阳，是由罗宾·威廉姆斯、伊桑·霍克以及罗伯特·肖恩·莱纳德主演的一部励志电影。威尔顿预科学院一向都是以传统守旧的方法来教授学生，可是新学期来校的新闻学老师基廷却一改学校的常规，让自己班上的学生们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学生们的能力，告诉学生们要把握当下，并以该原则行事。在教学的第1堂课上，基廷并没有在教室里上课，而是领同学们看校史楼内的照片，让他们去聆听死者的声音，并去领悟生命的真谛。该片获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8. 心灵捕手。心灵捕手是一部励志剧情电影，影片由格斯范桑特执导，罗宾威廉姆斯、马特达蒙等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威尔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清洁工的故事。威尔在数学方面有着过人天赋，却是个叛逆的问题少年。
在教授兰博心理学家桑恩和朋友查克的帮助下，威尔最终把心灵打开，消除了人际隔阂，并找回了自我和爱情。影片于1997年12月2日首映。9. 美国往事。美国往事是一部由塞吉欧·利翁执导、瑟吉欧·莱昂执导、罗伯特·德尼罗、詹姆斯·伍兹、伊丽莎白·麦戈文、塔斯大·威尔德等人主演的剧情片。影片以纽约的犹太社区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面条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黑帮大佬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黑帮史。1984年2月，该片在美国上映。1985年，该片获得了第8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等奖项，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根据杨马特尔于200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而改编的一部3D 电影，由李安执导，苏拉莎马拉菲斯博伊尔凡可、汉·阿迪尔等主演。该片于2012年11月2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少年派遇到一次海难，家人全部丧生，他与一只孟加拉虎在救生小船上漂流了227天，人与虎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关系，并最终共同战胜困境，获得重生。2013年，该片在第85届奥斯卡奖颁奖礼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奖项。